好，请坐。我们第一次改变时间就遇到挑战啊，感谢主啊！越挑战我们越能够倚靠主啊，阿们吗？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啊，牧师来起啊，你们来回应哈。第一节我读单数节，你们来读双数节。我的灵啊，要颂赞上主，要用整个身心颂赞他的圣名，请。我的灵啊，要颂赞上，不要忘记他的仁慈。他赦免我所有的罪，他治好我一切的病。他救我脱离死亡，他以怜悯慈爱环绕着我。他用种种美物来满足我，使我青春常驻，健壮如鹰。上主为被压迫的人伸冤，他为他们伸张正义。他向摩西启示他的计划，使以色列人看见他大能的作为。上主有恩典，充满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常长久责备，他不永怀愤怒。他不按照我们的罪过惩罚我们，他不因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天离地多高，被敬畏他的人，他的慈爱也同样宏大。东离西多远，他使我们的罪离开我们也那么远。父亲怎样疼爱自己的儿女，上主也怎样爱惜敬畏他的人。他知道我们的形体，他也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我们，我们的生命像草，我们像野花生长茂盛。风一吹便消失，没有人再看见他。但上主永远爱惜敬畏他的人，他的公义持续到万代。基于谨守他的约，忠实遵行他诫命的人。上主在天上设立宝座，他作王，统管万有。强大有力的天使啊，要颂赞上主，要听从他的命令，遵行他的旨意。天上一切有权力奉行他旨意的臣仆啊，你们都要颂赞上主。一切被造物啊，要颂赞上主，在他治下的每一角落颂赞他。我的灵啊，要颂赞上主。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能够称颂上主的恩典，纪念他在你生命当中一切所有作为。我们一起来祷告，神，谢谢你赐福我们这段时间分别为圣，除去一切的干扰，让我们专心来仰望你，专心聆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能够滋润我们的内心，使我们饥渴的心能够得着你的充满。愿主赐福，开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话语，照这样遵行，我们都能够满满领受你的恩典跟慈爱。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礼拜大概最近新闻每一天在播谁啊 ？Coco 啊那为什么？轻生哦，但是最近的新闻呢，又说大翻盘，不晓得了。反正我们知道，可能他在他的婚姻上面，他的身体上面，还有呢，他的灵里面、精神上面受到忧郁之苦啊，对不对？我们忧郁吗？我们可能有忧郁，小小的忧郁，但是你可以有自己治愈的这样的能力，你知道吗？但是如果我们不晓得有这些治愈的方法，我们就放任，或者是我们就无能为力哦。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一些的新闻，这个偶像是有效应的，你知道吗？有一些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哦。我们可能有影响力去影响好的，可能我们有影响力去影响不好的，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你说的一句话是很有影响力的哦。所以我刚才在第一场我说就是还没有聚会开始，你知道，还没有聚会开始就有位姐妹，哎呀，干嘛？她
第一场要换那么早，因为过去几点？10点半哦，那现在换9点哦。那我说9点日头拢安怎？日头拍卡撑啊！囡仔人对不？有时候老大人我说以后要睡久了，很久，所以现在不用睡太久，好吗？哈，真的就是我们要用很多时间能够活出神的恩典哦。那你睡觉也是恩典啊，但是以后要睡得很久，所以跟你旁边说睡够就好，好不好？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是有一些人忧郁，就是睡，但是呢没有办法解决哦。生命我们可以用一些时间来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使我们的骨能够怎么样滋润哦。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秘诀哦，就是说要交托，好像甩锅这样甩给这位神哦。我们一起来念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什么？心，你的意念，表示你的心思所讲的思想、情感、意志都会怎样整全的来帮助你，来医治你哦。所以真的很可惜啊！他是第一位华人在奥斯卡这个颁奖典礼唱歌哦，佩达里安嘛，对不对？华人之光啊！但是我们知道人真的很软弱哦。当有一些困扰了，赞美敬拜是很重要的，可以医治我们，帮助我们。还记得吗？扫罗王他被什么？恶灵啊，不是噩梦哦，恶灵在搅扰，睡不着觉的，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没有惊吓，然后或者是失眠睡不着的，为了一些事情所苦？他就找了大卫来，怎样弹琴给他听啊？大卫是一个很棒的诗人哦。他有失败吗？有，他勇敢的面对他的失败，所以把他的失败也写下来，承认他在神面前是软弱的，所以他祷告、祈求、感谢，求神来赦免。所以当他弹奏那个敬拜赞美的诗歌的时候，竟然把恶灵赶走了。所以让你知道说，赞美敬拜有那个全能，把这些负面的、不属神的，或者一些恶灵，甚至是恶灵，把它赶走。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秘诀、秘方哦。所以如果你睡不着，你就 YouTube 点下去耶和华，我称颂你，我赞美你，爱我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这些诗歌都很棒哦。你可以选择比较有信心建造的，来宣告你在基督耶稣里面要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要变成新的。所以我们看看，透过面对我们现代好多这些忧郁，使我们心灵不安哦，恐惧、害怕、压力，这些都是影响我们。甚至基督徒会不会忧郁？会，跟你旁边说会，但会不要停留在这边。会面对这些忧郁的时候，我们有神可以依靠。我们过去有一位长老，他为那个忧郁所苦嘛，然后他怎么样分享他走出这些忧郁，然后写书，每一天都要写一些文章然后跟上个礼拜牧师休假去跟翁牧师，然后带他们去森林溪去溪头，哇，好棒哦！你知道那个大口呼。好棒啊，你知道吗？来吸一下来。没有，有啊，有气啊，怎么说没有？你知道吗？我们昨天我们的长老传说，哇，我妈妈在医院那个气喘发作癌症开刀完之后，感谢主，我们为她祷告，然后出了加护病房。
但是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同工知道怎么样寻求上帝的帮助，赶快群组为他妈妈，还要讲很清楚。现在他的气喘发作，你看上气不接什么？如果你早上起来可以好好的大口的呼吸，要不要称颂赞美这一主？要，所以会找不到感恩的志向啊，弟兄姐妹。吃得下排得出来，你可以行走，任何一项都可以让你感恩。感谢主。今天我们透过如果你转移焦点，等一下牧师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能够躲避或是离开这些忧郁的这样捆绑。牧师承受好多这些的事物，对不对？牧师，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别人。你知道很难，你知道很苦啊，连牧师娘都不能讲，你知道那种苦吗？牧师翁仔某冤家找牧师牧师翁仔某冤家要找上帝哦，上帝啊，你嘛该管的吼，好多，但对，就是跟上帝赖诉苦。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把你的心事带到神的面前，你要认识他，说他能够医治你一切的，不是一项两项，一切的疾病。我刚才读了，很喜欢第5节，你知道吗？来，第5节可不可以那个经文？第5节你不用上医美了，你知道吗？你不要去看医美，雷射第5节一起来，他用种种美物来满足我，使我青春常驻，也不用去重训了，你知道吗？感谢我读了这句话，突然有这样的感受，说，哇，原来上帝的话，你读了他的话，然后亲近他，可以让你返老还童。这边翻译成为青春永驻，跟你旁边说，祝福你青春永驻。青春永驻就是常常来看神的话，因为他用各样美物，你知道吗？各样的美物，那你有吗？你就不懂从他的秘诀里面来领受嘛，对不对？上个礼拜牧师再次重申说，《申命记》28章1到14节，对不对？所有的这以下的福都要追随你。那你要去读啊，你要去宣告啊，对不对？里面有出入平安呢，里面有在你的团面盆，就是生财工具来祝福你啊，对不对？你有钱借给别人，你不用向人借贷，多好啊，对不对？是的，我们看到神的话里面就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供应，充满了能力。这句话充满了什么？哇，这个复原，你知道，复原、修复你哦。常常人家问牧师你几岁？我不会说你没礼貌，怎么问呢？对，我们就很坦白，牧师几岁知道吗？我不会像另外一个牧师说18岁了。我是17岁，在2-3岁就60了。但感谢神哦，我今天告诉一个弟兄说，他看我好像比他年轻我说我年纪比你长，为什么？因为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喜乐是最好的良药，喜乐是最好的保养品了，阿们吗？所以你如果不喜乐，就是唱喜乐诗歌，感谢赞美主哦。所以这些话语，如果你去宣告诗人的，你就把它抢过来。你说主啊，是我的对不对？他宣告他的，你宣告你的，阿们吗？对啊，这些都是可以让你宣告了，你知道吗？你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啊。诗人他祷告他的，你可以祷告你的。你在哪一个情绪上没有办法控制？主啊，我有没有俩公啊？我一泼出去就是得罪一竿子的人，是吗？我一讲话，所以我刚才就借机教育啊。我说，因为你的一句抱怨，连那个慕道友来跟他讲说什么
啊，早一点来，早一点得着祝福啊，阿们。还没有受洗，就跟我们那个老会友讲啊，哎呀，我替他，弟兄姐妹，真的，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如果今天要旅游，你就对吧？他炸立马来，对不？不是吗？如果今天神要给你的恩典事物，你要早早来保足嘛。上个礼拜早早保得你的恩典嘛，对不对？是吧？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如何将我们忧郁、将我们的忧虑交给神？因为这位神是公义、是慈爱的神。好，让我们勉励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哦。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经历那么多从灵一直到身体到魂的这样的一个捆锁呢？就是因为我们忘恩啊，忘记上帝的恩典，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哦，摩西常常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仇悔，才有生命记。我再重申，我再告诉你们，不要忘记哦。这边说我的灵啊，我要颂赞上主，不要忘记他的仁慈。你知道他们出埃及，然后进到旷野，然后他们忘记了摩西吩咐他们的。一上去领受十诫，去西乃山上，我们有好几个弟兄姐妹跟我攻顶上面嘛，对不对？有一个摩西纪念教堂，他在上面领受十诫，下面就要做什么？拜金牛犊啊！忘记这位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忘记了神怎么样行神迹，忘记了神怎么样在旷野供应他们。没有东西吃，降什么给他们吃？没有肉吃，降什么给他们吃？鹌鹑嘛。没有东西吃给他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哦。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们忘记了，来，我们来读来。以色列人民忘记了上主他们的上帝，他们得罪他，去拜巴力和。是忘记了上帝的恩典。说你一早起来就埋怨，忘记了上帝的恩典，你就跟拜偶像有没有什么差别？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就看到别人好，然后去羡慕。你忘记了这些福都是上帝给你的嘛？所以忘恩使人陷入在灵里面的罪恶。忘恩使我们去追随这些世界，忘记了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背道而驰，所以这边会影响到我们灵里面哦，心灵哦，意志会消沉，希望也会跟着丧失哦。第二个是影响到我们生理上的疾病哦，生理哦，灵、思想哦、情感、意志，想到最后捆锁了，就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很多忧郁症是因为想到什么？钻牛角尖，想不出来，走不出来，没有一个出路。所以今天很多牧师应该会忧郁，但是因为我们有大老板，我们有神可以依靠，我们有一个抒发的管道。不然我们看有一些师母是忧郁的，你知道吗？要接受好多从会友来的。所以对牧师娘好一点，好吧？对牧师娘好一点，我就比较好，这样比较好过日。真的，我们每一年都要承受这样的一个压力，对不对？但如果你懂得抒发，不然你就会被捆锁，然后呢，身体就出了毛病了。思想，然后情感呢？他怎么昨天跟我讲那句话，讲那样很不客气，怎样？意志就我讲要垂死，就会连锁的反应哦。所以我们看到一切的疾病就是由心来产生哦。所以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当你开始在埋怨的时候，感谢神哦，让我记得好像以色列百姓是埋怨死在旷野的就提醒我赶快认罪，赶快悔改。真的。我们常常就埋怨东埋怨西的，所以弟兄姐妹，告诉你的旁边说，
我们要称颂赞美主，我们不要埋怨。好，第三个我面对你知道这一些带来了魂的死亡所以华人很忌讳，就是魂要归向何处，对不对？我常常就会在告别礼拜讲这些。但是我们看到这位神是让我们面对惧怕可以解除我们惧怕的神，他知道我们恐惧，我们100年之后何去何从，他知道我们下一步人生归向何处。所以诗人他感受到他被追杀，然后他面对很多的死亡，对不？扫罗听到他在哪里就要追杀他，所以我们看到他就怎样？我们看到他就怎么样去勇敢的去面对，然后宣告这位神是使他能够面对死亡的权势，他也不惧怕。所以今天我面对死亡，甚至是这些的病痛的时候，我们不惧怕，是因为有神给我们靠。我记得美修在做急诊的时候，送去急诊的时候，只这样咳，然后送去急诊，圣保禄就开一个病危通知。我就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但是怕什么？他是害怕这些女儿，他不怕他的生命去哪里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位神已经拯救了他的灵魂，所以我们可以勇敢的去面对。所以如果选择错误，你知道吗？你的魂归向何处，就会被阻拦。你看，上帝告诉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两棵树，对不对？一棵树可以吃，一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可以吃的是生命树的果子，意味什么？来。接触神，来说一遍，来接触神。你看上帝的话，好像吃灵粮一样，你接触这位神，然后呢，接受神来。你接受神在你生命当中，邀请他在你的生命当中，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掌权，就是你把你的全人交给他。有这样的一个依靠帮助你，你担心什么？来享受神，来说一遍，享。他一切的美物，一切的丰盛要给你，你要不要？他给你有自由意志的选择，你要不要？取决你。当你有这样的时候，你就变化向神，来变化向神。你有像神的荣美，神的荣美在你的里面，好不好？人家看见你有灵，圣灵在你里面，所以高升你。约瑟不就是这样吗？接下来这几天，就是这些夏令营，他们就是要听约瑟的故事。从一个奴隶，但是因为法老王看见上帝的灵在他里面，所以就把戒指拔起来挂在他的手上，从一个奴隶变成一人之下万人，像神。如果吃分别善恶果子，就是忘记上帝的话，不会记你了。忘记上帝的话。意味着什么？来背向神来，你不敢见神，就好像亚当跟夏娃听见上帝的话，敢不敢面对他？不敢。为什么？因为忘记上帝的吩咐。然后呢，他知道了自己的羞耻啊，然后要自己判断啊，然后呢，要自己决定啊。你可以向神。蛇告诉他：“你可以像神，你可以像神一样聪明，甚至跟他平等。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判断。然后最后呢，跟你旁边说要自担后果。来，你要自己承担呐、啊。你想这个后果吗？你没有能力啊。所以今天我们才需要耶稣为我们承担后果。”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有什么？有永生盼望的，是因为我们接触神，我们信靠神，邀请他在我们生命掌权，所以我们才能够有出路可走啊！所以我们不用承担我们的后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有耶稣为我们承担后果，他牺牲流出宝血。
我们罪。我们来宣告来，因为死亡是从一人来的，使人的复活也是从一人来的。正如众人的死亡是因为他们跟亚当连结，同样众人的复活是因为他们跟基督。哇，原为我们有复活永生的盼望，是因为我们接触耶稣，跟耶稣连结，所以邀请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上个礼拜，我们的贵人姐妹，我们的燕腾，他们就在上帝跟众人面前，自己宣告自由的自由意志，不是自己做主，而是耶稣，你做我的主。所以我们可以充满什么感恩的人生，充满的什么有返老还童，青春永驻，是因为神的恩典哦。所以我们来看，他医治我们的一切的疾病哦，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赦免我们这些灵里面的罪。所以接下来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就被怎样？被安慰了，被鼓励了，被医治了。好。所以我们看到有一本书叫《The Brain Let's Change Itself》，就是这个大脑啊，它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修复啊，就是更新啊，你知道吗？所以接纳、面对事实，用新的思维、行动，让脑神经重新绕线，产生新的反应模式，是最有效的治疗的方式哦。我们这边有没有懂得马达机电的？有没有？马达如果烧掉了，莫达在运转呢，马达烧掉了要怎么样做？要怎么样修复？一听就知道它跟那个机电有关系了哦。我老爸是做水电的啦，所以他常常接触的莫达修起啊，就要送修，然后就要重新绕那个铜线嘛，对不对？绕完线，然后完之后再恢复它的运作，它的机能，你知道吗？我们脑部如果中风的人那边就没有办法修复。但是神很奇妙，就是让我脑部你重新去训练的时候，它会从旁边生长出来新的这样的脑细胞，能够新的代替旧的。我们的伤疤也是一样，你知道吗？我们的伤疤就是伤口，如果你把它包，它会化脓；如果你这个先把它清完之后涂药膏下去然后那个结痂就是产生新的细胞，能够让你修复复原新的细胞代替原来的。所以这本书很棒，就是说帮助我们说，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从外在内在，特别是亲人死亡，这个是影响很重大的冲击我们内在，我们的情感，我们意志，我们的记忆，这些都是连锁反应甚至我们会流泪，有的人就不会流泪，有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反应攻击，你骂我一句，我就骂你2句有的人就选择怎么样？我就闪避，我逃跑。有人就是待在那边不然人麻咸咸啦，一条命无你安怎，就这样。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些重复的记忆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恐慌，你知道吗？那强迫症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明明瓦斯炉就有关了，煮东西有关了，然后关掉，对不对？然后出门走到门前我的瓦斯炉有关吗？然后又回来确实关了关了然后OK 我就放心了，要出门了，走了10公尺。我的瓦斯炉有关吗？有没有这样过？有没有？都不敢承认，是不是？如果你反复这样，你就会强迫说再回来，再回来。你可以有另外重新绕线绕到，你知道吗？OK， 我检查，我记一下，我已经检查了。或第二个现在市面有在卖15分钟，对不对？计时你转15分钟，然后你煮15分钟，它自动把你关掉，
虽然比较麻烦一点啊，现在那特力屋啊，对。哦，不是广告了哦，那边有在卖哈。我看我们会有家有的就是装那一个，就他煮菜他忙啊，都会忘记了，他知道15分钟就，你可以透过我意思明白吗？你可以透过绕道绕线，就好像重新绕线，让你的脑细胞能够重新被怎么样被恢复，这样创立新的。诗篇的作者其实就是要提醒我们。你不要一成不变，面对你要就在那边靠屌啊！你可以有一些的反应，然后学习，然后有的人就是用皈依，但是我们不这样皈依，我们叫邀请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做主啊！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些的诗篇来帮助你，你宣告上帝的话语，主啊，你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好，这个都会影响哦。当你宣告的时候，神的大能就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哦。所以诗人他可以帮助我们透过身心灵的整全来看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难处或者是忧郁哦。这些心理学家欧文亚龙哦，他写的有几个就是关于疗效因子哦。第一个哦，因为后来这十几个。过来11号开始，刘牧师就会跟我们分享在迦南之声吼。那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的伤口没有办法让它清，然后消毒，然后再涂抹药膏，那它会在里面怎样化脓啊？那就是说，你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你要找一个宣泄的管道。你要让它宣泄管道，水管如果不通，你不要一直在冲嘛，对不对？一定会爆掉，一定会喷出来嘛，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位作者，他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宣泄的管道，让我们能够让里面的能够抒发。所以借着什么样？可能你去赞美，我很喜欢去森林走，可以大喊大叫，然后唱歌，你知道吗？上帝所创造的自然非常的棒，所以我有一些的方法，就是我选择我抒压的方法、宣泄的方法。第二个，我们是宣告或是灌输正能量，或是正面有盼望、有希望的这一些的想法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面哦。所以圣经这些诗人就前面靠调，但是后面是怎样？哇，主我称颂赞美你，我赞美你，因为你是怎样，你是怎样，你是可以帮助我怎样的哦。所以我们不忽视伤口，我们勇敢的去面对、接纳，勇敢面对，重新怎样来绕道思考。所以像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诗篇就好像药膏一样，你知道吗？就好像药膏一样，你就看到你的困难的时候，诗篇里面有好多这些可以帮助你哦。好，所以我们看到整全的医治，圣经诗人告诉我们说，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然后他治好我们一切的病嘛，一切的好，我们包括第一个是什么？灵性的。所以他为我们解决，耶稣来为我们付上代价。身体上的，他说他为我们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他为我们受刑罚，我们得平安。最后就是死亡的恐惧。耶稣说：“我来就是我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再来接你们回天家。”好，我们看到这里面有数算上帝丰盛的恩典他在数算有几个，就是赦罪，这位神是愿意赦罪的。第二个，在他里面有医治。第三呢，在他里面有救赎，使我们面对死亡不用惧怕。第四个就是高举你，使你供应你满足，然后呢，生命得着更新。你可以数算，弟兄姐妹。你可以一天起来，一个月、一个礼拜，你试看看，选择一本感恩的小册子，好不好？你试着看，今天你经历了什么神的恩典？你到后来你会很多见证可以分享。最后，你要分享出你生命当中神怎么样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来感恩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特别他们愿意在他们生命当中付上代价。我们要祝福他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那边有为建堂的义卖你有能力你就
去买，然后祝福他们啊。有一天你去参观他们教会的时候，哇，这个是我有参与在里面，他们很棒的。他们说牧师，我不是用来讲道，然后来就是让你们奉献，我用我们的产品，用他们生产的，上帝给他们的，能够怎样？能够分享，然后你们买，祝福他们，建造他们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生命，来到前面，请他们来到前面。来，事情，感谢主哦！你知道，感谢神给我们生命，给我们生命。喂，我们要感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PPT 给我吗 ？PPT 我还没有讲完。你知道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好多的恩典哦，你要分享出来啊！你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你领受恩典，你就要分享恩典，对不对？恩典，这是我们的营长，来，坐下，感谢主。他的名字叫做恩典。你享受多少神的恩典，你可以分享出来吗？跟今天他们在他们有一些是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他们今天上帝使用你们不是无缘无故的，你来到这边不是刚好，嘟好，不是。上帝特别在这个时让你有机会来到这边哦，透过弟兄姐妹的祝福。他们生命愿意，你知道现在的孩子很难，很难带啊，是吧？因为可能他们当中也有过，但现在他们懂得这些孩子，你知道吗？原来过去我用的招数，现在他们也在用。我们要祝福他们哦，你知道吗？神要帮助我恢复我们整全，最后就是说，分享你的生命的见证哦，活出来，实践出来。今天你可以做为他们祷告，如有感动的为他们的宵夜奉献。神可以给你的，你愿意分享出来，你会发觉你不是失去，而是更多、更多、更多。阿们吗？我们要一起来称颂我们的主哦，我们要赞美哦。我们用这首诗歌哦，用这首诗歌来唱，好吧？我们用这首诗歌，我要成功。我的心啊，告诉你的心，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要活出来，好吗？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不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一起来宣告。他的慈爱也很
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我们这时候要来祝福这一群年轻人哦。我们先来受洗，好吗？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年轻人能够愿意服侍神哦，我相信他们的能力要像大卫一样，像约瑟一样。特别要讲约瑟的故事哦，神要高举他们，要提升他们哦。阿们吗？如果你高举神，神就高举你，好不好？邀请大家一起伸出你的手，为这些孩子来祝福。来，站开一点，来，站开一点，把脸露出来。有教会的孩子，有社区的孩子，他们愿意在他们时间、能力、爱心、信心，为这些孩子来祝福，让这些儿童能够有机会认识到使约瑟被高举的这位神，使约瑟能够从奴隶变成宰相，被祝福的这位神，好不好？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祝福恩典祝福我们的总召永恩，来站出来。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来祝福我们的同工祝福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刘牧师、王牧师。主，我奉你名来祝福这些年轻人，他们能力要像大卫一样，他们的恩典要神你在约瑟的身上所赐的福一样，在未来这些年赐福主啊，帮助他们怎么样带领这些孩子遇见你，让先遇见你，经历你，经历你的丰盛，经历你的慈爱，经历你的能力。不要叫人小看他们年轻，在他们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能够做这些孩子的。谢谢耶稣，祝福他们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有从你来属神的智慧聪明。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让这几天的营会充满神迹，充满见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天离地有祷告，他的恩典慈爱就降临在我们当中。天离地有
华的高，他的慈爱耶和华的深，我的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弟兄姐妹，请一起站立，一起站立，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从亘古直到永远，神，你就是神，你是掌管万有的，你是愿意赐福给人的，你使我们返老还童，你使我们青春永驻，你供应我们得到饱足。特别是你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你愿意医治我们所有的疾病。主奉怜悯，捆绑一切不属神、从神来的这一些的疾病，主啊，破除粉碎，离开我们的弟兄姐妹。主，你医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他们牺牲，流出宝血，你受了鞭伤，使他们要得医治。当他们宣告他们敬畏你的时候，主啊，你受着刑罚，他们要得平安。主啊，当他们忧郁不安的时候，主记得你为他们刑罚付上代价。主啊，我们将我们的这些不属神的记忆交托在你的手中，除去这些可能捆锁我们多年、使我们睡不着的这些，奉耶稣名，现在就粉碎它，离开。主，谢谢你，用你的慈爱来保抱我们，用你的慈爱像盾牌一样环绕护卫着我们。主圣灵提醒我们的心，我们要称颂上主，提醒我们的心要感谢上主。谢谢主，谢谢主。今天我们将这些年轻人，将我们弟兄姐妹，将线上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这个礼拜经历的是重新得力。主啊，在基督里面更新，在基督里面丰盛，在基督里面得着治疗，得着医治，在基督里面完全被赦免。谢谢主，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来。天地地有何等的高，快一点来！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来手这个，我的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从亘古，从亘古直到永远，我们宣告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拍手，将荣耀归我们的神。请坐。